早排一隻導盲犬被一隻白柴咬傷耳仔，最後要入醫院縫針。事後好多人留言話根本唔應該有導盲犬，隻狗狗要工作好慘之類嘅說話，完全係錯晒重點之餘，仲將個矛頭指向導盲犬嘅主人，而白柴嘅主人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都冇人理。嗰啲人真係完全唔經大腦講嘢嘅。導盲犬係現代功能性犬隻嘅其中一種。其實人同動物嘅關係自古以嚟就密不可分，影響住我哋嘅生活方式、文化同經濟。從原始人時代，人類同狼群互相馴化同合作，形成一種互利嘅關係，而狼亦都逐漸演變成今時今日嘅寵物狗。其他動物都一樣，冇貓會有鼠患，冇牛耕田嘅效率會下降，冇馬長途行程同運載貨物會變得困難。喺現代，好多動物唔再僅僅係生產工具或者食物來源，而係成為咗我哋嘅屋企人。除咗貓狗之外，兔鼠、雀、兩棲爬蟲都已經係常見嘅寵物。研究顯示，養寵物係可以減低壓力、提高幸福感，甚至有助心血管嘅健康。而導盲犬除咗導盲嘅工作之外，玩同埋陪伴都可以為主人帶嚟心靈嘅慰藉。傳統嘅功能性犬隻訓練往往需要花費大量嘅人力、金錢同埋時間，而且服役嘅壽命都短。隨住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嘅技術進步，既可以節省成本，亦能夠減少對動物勞動力嘅投入，令啲可愛嘅狗仔可以喺溫暖嘅家庭度開心咁生活。最後，人類同動物嘅關係密不可分，我哋應該追求更和諧、更友善嘅環境，先可以令到社會更加進步。